吼，阮这集的这个主题吼，大家应该感觉足深色的。足深色，什么意思？真实用。为啥？你敢若看，我摕这啥物？饭啊。白饭。你看大牌伊摕这啥物？这是液体。嘿，这是汤嘛。汤啊。饭加汤嘛。饭加汤。这应该是要介绍这个要去照大肠镜的行程。你有看到？安尼？无啦，今仔日是要介绍美食呢。美食。美食是南部的美食。啊，这两款的美食看起来足像呢，但是无同的所在，伊为着这个美食要相拍呢。为着美食要相拍，是啊，两位所在险啊拍起来。是啊。啊，但是佫足像的。足像呢？安怎讲足像的？我看卖啊。你看，叮，这两项，这是啥？啊，这梅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梅，这是我。你问我袂得观众朋友嘛知影梅。啊，这遮简单着，这哪有啥无共？一个有南险，一个无南险嘛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无？倒边迄个较险嘛，你若要食险，你食倒边的啊，无险你食正边的啊。是咪安尼？正手边的，嘛会使坑险的啊。嘛会使客险的啊。这毋是重点啊。这毋是重点，无重点是啥物？这两个有无共的名呢？有哈？咸味甲无咸味。唔是啦，你食起来足好食，足香，足有鲜味安尼。是啊，这两种呢，一个叫饭汤，一个叫咸糜。饭汤我捌去屏东食过，咸糜应该是台南的。是啊，你专登行透透。这两个有啥物无共？你讲。介绍无共。你若台南的咸糜会使一碗到300。是安尼？真的，真的一款遐，真的我无爱骗，一款遐一碗到300。一碗300。一碗真的。你摕我去食。我摕你去食，我带你去食，我摕你去食，我摕你去食是安尼。这嘛无 OK 啊 OK 啊。我带你去食。好啦，啊，这两种的足像的美食咧，伊有无共的名。啊，倒一个较好食，这是一个南部的美食的战争。既然要战争，爱闹人啦。闹人啊！但这个人一定有势力哦。有势力。南部的人气就旺啊。南部来就对啊，南部好朋友。他请出来。伊嘛是国际巨星哦。嘿。请伊出来，咱来欢迎咱的国际巨星陈明贤。哦，阿贤哦，阿贤啊啦！哎呦，你看这够有够啊！哎呦，300较少嘞，300较少。你要去做哈？你等来。尖叫！哎呦，有够爽的！主持人好，你好，我是小琉球来，啊，不是国际哦，我是全球的全球的哦，是安那，不是国际是全球的，因为这最重要，因为吼我是这个全小琉球的歌星古星，所以我做全球的古星。哦，迄粒球是小琉球的对啦，小琉球的球啦，小琉球有食饭汤，饭汤你问我就对了，因为阮小琉球吼，那咧迎王啦，咧庙会时阵一定拢会食到饭汤，所以我自细汉食饭汤大汉的。食饭汤吼，绝对人疼。安那？大概我若会去做庙会的时阵，大家遐阿桑遐妈妈，伊唱歌的时拢淡仔叫甲呢，70几岁淡仔啊举牌安尼跳安尼跳，70几阿嬷安尼跳，伊唱歌了，一个一个排队。哈？排队安那？送红包。哎呦，这阵要跟我讲，哎呦，我一包一包偷开看，上无拢有1000块。啥物？真的？哎呦，
迄真正去头着浮仔水的。很过。哎呀，今仔换我来甲恁头一个浮仔水。无啦，今仔日是做伙来食美食，帮你的屏东赞声，是啊，屏东囡仔对不对？是，这是新的一季嘛，导览城市，咱有新的朋友，这可能会讲是咱的工课伴。哦，工课伴就对啦，小帮手的。做工袂晓伴啦，特别无聊。伊就有找今仔日2位导览城市来正经来相拍啦。哎呦，啊，闹人啊！咱来欢迎当天甲2位导览城市欢迎。哎呦，这个好好认识嘞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导览城市的小助理 ，A.K.A. 南部上界古水的冬天。我看为什么今日特别讲南部这2字的？迄就是因为今仔日是一场南部的大战争啦。我特别邀请这2位导览城市，这2位导览城市是咱南部的大角色。怎讲是大角色的？来，我要来介绍我边仔这位屏东的饭汤老师。这位饭汤老师伊本身是一位册店的头家啦。不过咱即马人人一手手机啊，对无？册店是会当趁钱，对无？所以伊搁兼做杂志哦，搁兼做迄种活动哦，有当时为闲啦，走去庙里来做委员啦。所以啥物代志拢会晓做，屏东啥物代志拢是找伊。欢迎咱的饭汤老师蒋哥。你好。来，后一位就是重点嘛，就是我的故乡台南。这位是咱台南的减话老师。这个老师伊就是专门咧研究这个，我要讲这个音译Saba fish。啥物是 Saba fish？Saba fish 毋是讲咱台北这种 Saba fish 呢？这 Saba fish 是台南的 Saba fish。这老师这认定咱台南的 Saba fish， 而且上高的就是伊卖这个 Saba fish 卖甲去迄个联合国演讲啊。所以才有这种 Saba fish， 欢迎咱的罗子亚 Saba 鱼女王，欢迎。好，老师请就坐。哦，来，请坐。好，请讲来袂聊，这边是苹果，这边是罗子啊。咱苹果你开册店。对不？请还有法度做饭汤老师。开册店，搁做饭汤老师。饭汤。搁做杂志。搁伫咧公庙服务。因为即马卖找做歹卖嘛，所以爱斜杠做侪代志。像我有定定咧甲屏东县政府写一下文案呢。写文案。搁有做侪研究的，做饮食文化研究嘛。所以我有写过屏东的饭汤甲肉圆。这是阮屏东上出名的两种代志。哎呦，肉圆是阮中华较出名，你甲我讲，饭汤牛奶就算啦，你甲我讲肉圆，搁屏东的，你生气啊？你生气啊？你卖就好啊。今仔日屏东正中华呢。开笑，无啦，伊也袂食物件啦，袂食，落到12点半还袂食中昼。我食白饭，我食白饭。所以因为屏东3年一考王考年嘛，对，饭汤这时阵就会出现，大家拢咧看对一间庙煮的饭汤较好食。哦，真诶，迄个时阵就咧 PK， 就咧比较啊。看对一间的宫庙，内底有人干贝。哎，我著教你拼，后一个我南包鱼。哎呦，你的饭汤是众人食免钱的呢？基本上是叫班的人员咧食。哦，是叫班的。但是有阵时若有加出来啊，也是讲有发心的，嘛会互迄个进香的人员嘛，拢会做伙来食安尼啦。我有食过初一15甲初2、16拜土地公的时阵，去拜拜的时阵，拢有发生的，可能是管委啥物人的太太。煮的一桶，发心的神神灵书啦，一桶咸糜，我会使讲是咸糜。咸糜就是咱台南嘛。你是咪
台人来的这个哈。爱记哩来到屏东人叫饭汤，冇讲叫咸糜。会生气哦，会生气哦，生气哦，系啊。而且讲你要食饭汤哦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你若想要食饭汤，3年一颗阮小琉球的营王的时阵，你绝对要来小琉球食，互你食烫海，拢总唔免钱的。哇，这是咱饭汤的部分，来到咱台南嘛，嘿，咱逻辑啊，拄则讲你卖沙巴 fish 卖甲联合国。无对，沙巴 fish 讲几波，你到底知影沙巴 fish 是啥物？啊，沙巴鱼啊！啊，袂歹。你看哦，逻辑啊，甲国姓鱼变成国际鱼，无唔对，有无？啊，这尾鱼啊，唔那是国际鱼，伊个是咱台湾的骄傲。安怎讲呢？伊甲咱台湾的历史变长，伫台南，尤其伫台南哦，你每食到菜市啊内底2尾沙巴鱼，都有1尾对阮台南出去的。对，真的。啊，拄则逻辑啊，讲甲咱台南的历史变长，台南历史几年？今年。考题出现咯，台南人，台南人，来，你讲你家己台南人，台南人，你这字若唔对的话，就因为阮组里有2个，刮出来，你家己想一下。我知啊，我头拄有就听你哦。400加1年，400加1年，加1年，空1年，400空1年，嘿啦，对啦。这旧年吼，咱建成400年，哦，今年叫做府城300年。为什么佮建成400年啊？今年佮府城300年？府城，府城讲的就咱的东门城、西门城、南门城、北门城啊，这个府城内底300年。啊，府城甲咱今仔要讲的主题有啥物关系？对，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你就是沙巴鱼啊，甲咸糜有啥关系？你来伫阮的府城，上重要的这个城门边甲说一下吼，你一定会发现阮台南人。一天生活的开始，就是对这哇小滚滚啊胖公公一个沙巴鱼开始咯。透早食沙巴鱼，啊，搁有沙巴鱼糜对无？沙巴鱼，互你全餐，对鱼头，互你食到鱼尾，鱼篮用甲鱼肠啊，每一个所在拢无浪费啊。一条糜啦，我讲真的啦，是嘛？是讲一个透早食好，拢袂高血压吼。你来安尼我袂讲咧，这个人健康咧，沙巴鱼应该是叫米克比士，牛鳞鱼你是捌无？牛鳞鱼补充啊！我袂讲，我要投票啊啦！给个机会，等呢。这阿贤吼讲了就有所不敌啦。来，咱老讲哦，食鱼比食肉较好。为什么讲食鱼比食肉较好？你尤其像阮这吼白头毛的吼，大家拢知影讲，爱食加一寡优质的蛋白质啦。为什么古早人有这个智慧？你是开始捣乱嘛？无咯，这感觉是开始前菜尔啦，前菜啦，就好未开始人哪来吼？真正就想要赢啦！当然啦，陈好，一定爱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这头连咪倒咱才讲，无你评过吼，但那错咧打。评过啊，屏东的代表啊，足紧张的呢。这到底谁要先来啊？等你。你先去拼。好啦，安尼经过拼落啦。来，冲！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齐浩勤，我今仔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屏东的饭汤是啥。来看到这个物件内底，恁感觉有啥物件无？遮侪料，完啦，虾啊嘛，高丽菜，高丽菜嘛，这是啥？鱼皮，煎鱼皮，这是别个所在无的，就是。嘿。饭汤安怎煮啊？大部分是用这个虾饺。屏东的饭汤袂当无这呢，这是屏东饭汤的灵魂。啊咧，所以透早咧煎虾饺就你哦。对。哦，已经用口讲，有够透早就是你咧做。伊这饭是无经过加汤煮过，这是饭汤的食法。安尼才会好吃啊！就是爱安尼才会好吃。安尼才会好吃啊！安尼搞好吃啊！哎呦，恁台南的历史人诶，鸡啊，搁有一个。南丁有啥物物件？有鸡鸡。有迄丸嘛，规副的就对啦。
大家看到这个物件内底，恁感觉有啥物物件无？遮侪料，完啦，虾啊嘛，高丽菜，高丽菜嘛，这是啥？鱼皮，煎鱼皮。我先看一下影片的，互大家看这个饭汤安怎煮的。Orange，既甜不辣哦。哎，像甜不辣嘞。哦，好。味素吧。因为屏东的饭汤大部分分两种嘛，一种是内陆的，一种是海边仔的。啊，内陆的上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万丹的饭汤。万丹的饭汤大部分因为因以前拢种田嘛，因的油会足够的，因为做田人嘛，因爱有足侪体力的嘛，所以迄油会当补充伊的体力。哦，啊有一寡油草就对。有一寡有油草啊。因为饭汤这个物件足方便呢，像大锅菜共款嘛，所以因遐有种啥物物件，伊就会放啥物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会放遮像虾米嘛、高丽菜嘛、丸仔嘛。啊，但是因会用一种物件，这是别个所在无的，就是大家看到迄个豆鸡。迄物件叫做豆鸡，豆鸡啦，嘿，拄只迄乌冷叫豆鸡，嘿，迄叫鸡啊，是乌冷豆鸡，天妇罗啊，嘿啊，天妇罗啊，豆鸡毋是甜甜的迄个，嘿，迄个是豆鸡，啊你嘿，豆鸡其实大家拢有食过哦，就是配白糜的时阵会食到黄短啊，甜甜的。食一支豆鸡会当食足侪糜的，迄个是豆鸡。阮兜是红红的，红嘛是有啊，有一点仔柑仔色的迄种。对，迄个是豆鸡。豆鸡哦。迄嘛是豆鸡的一种。啊，豆鸡大部分啊都用伫像我讲的清粥小菜内底嘛。对。啊，无就是米素汤。啊，今仔嘛有准备米素汤，互大家啉嘛。看豆鸡用米素汤，会变成安怎？啉毛子啊！哦，这懂啊。啊，豆鸡用伫万丹的饭汤嘛是有意义的。嘿，主要就是因为豆鸡会当素汤甲素油，啊，伊食起来亲像食肉迄种口感。你这较像阮的崩皮呢，这个色水。嘿，做嘛像这豆鸡嘛，做侪会当用伫啥物鱿鱼鸡嘛。崩皮啊，系啊。嘿，做侪鸡会当嘛是会放豆鸡安尼。这正常拢阮阿嬷初一15咧食菜的时阵，较会食。食菜嘛做侪。啊，真诶吼。嘿，嘛做侪这种用豆鸡的。嘿，这是万丹饭汤的特色嘛。脆呢？嘿，脆有煎过。哦。你泡伫汤内底，敢会变软软？会软软。会软软。会变面体对无？对，因为以前的农业社会无遮侪肉会当食嘛，无可能像过年食大鱼大肉，所以靠这种物件来补充家己的体力嘛。啊，这是内陆版的饭汤。啊，再来阮个来讲海边仔的。海边的。海边仔的饭汤个无共款啊哦。大家看到这都是啥物件？王船嘛，全台湾上有名个东港鸭王嘛。啊，大家知影屏东鸭王上有名的是对。三个所在，小琉球、东港，还有南州。对。但是屏东3年一摆王可年个旧年嘛。对。其实对上北的屏东市甲恒春都有鸭王的信仰，鸭王的活动。啊，这对上北甲上南，老家的时阵一定拢会食饭汤。啊，每一个所在饭汤，伊的做法拢有小可无共。啊，像今仔东港食嘛。后一张相片会当放一个无？饭汤到底要安怎食？就是较白饭，啊，甲料、甲汤倒入去。伊这饭是无经过甲汤煮过，这是饭汤的食法。安尼敢会好食啊？一定好食的。就是爱安尼才会好食。安尼敢会好食啊？安尼敢好食啊？哎呦，恁台南你死人诶，捌咧。我感觉讲还好，安尼是就饭嘛，就饭呀。你会较公平的呢。屏东你会危险呢。我来看饭汤安怎煮啊？伊大部分会先用3斩肉芡芳嘛，啊芡芳了后，搁后一张。这是啥物件？大家知影无？虾米。樱花虾。樱花虾、虾米。今敢有准备，互大家试看卖。我这大班的啦。叶看卖是啥？
一人一汤匙啊！哎，莫一喙食落呢，迄因为迄有3种鱼啊伫内底。来，食看卖，你要看卖，你来要看卖。要看卖，倒一个是。大部分是用对一种来健芳的。下落去啊！这应该是樱花虾吧？唔是，樱花虾伤贵啊。唔是哦，大部分是用这个黑膏。黑膏，黑膏，真黑。所以透早咧煮黑膏就你哦。哎对。哦，我规经营曝光，有够到车就是你咧做。哎，带狗架对，我是讲我哪有迄个鱼翅的味安尼。哎，但是一开始炒车，到尾也愈来愈芳。愈来愈芳，愈来愈芳啊！屏东的饭汤袂使无这呢，这是屏东饭汤的灵魂。啊呢，哎呀，你甲大家讲这叫什么虾？其实这我袂记什么虾。你甲正经嘞，讲甲灵魂，讲甲你拢知嘿。真正讲嘞。其实阮南部若像阮小琉球拢讲这虾逼啊。系啊，我最讲虾逼啊。因为其实做侪虾干拢会使做啦，但是虾膏是主流啦。啊，伊一定会用虾啊来逼油嘛。啊做汤头，啊搁后一张。伊这汤做好了后，伊个用做侪海产，因为外海嘛。主要就是海产啊，什么时阵会食到饭汤？拄好大家讲老家的时阵嘛。啊，搁有一个时阵，什么时阵会食饭汤？我豆芽的时阵，不是，选起的时阵。哈，选起的时阵嘛食饭汤。为啥？选起时阵，大家爱选爱。动员。嘿，动员的时阵，该食饭汤啊。哦。阮屏东是食便当哦，是食饭汤哦。哦，算选起做侪条啊卡的。哎，对。这两个时间会食饭汤嘛。啊。当讲迎王的时阵，每一间庙都有家己的饭汤。啊，我有一摆，我去看迎王的时阵，其实我是去看老家，我走去厨房去看因安怎煮的。嘿，哦，你嘛是做无聊呢？嘿，我做无聊。我讲伊拢爱晓。因就是会甲汤做好了后，用做侪海产，一个去烫。哇！烫了，因为海产袂当伤熟嘛，伤熟无好食。烫了了后，伊个。放伫边啊，啊，因会准备一个足大的汤啊，啊，甲料放落去。桥班要食的时阵，伊较甲汤倒去，啊，送去互桥班食。啊，其中有一个足重要的物件，就是虾啊，一定爱剥。哇！一定爱剥。真正迄皮拢有嘿。想要剥，你知无？因为桥班咧光桥的时阵，伊袂当握手，握手对新兵无尊重，所以这是东港饭汤的一种方式。啊，早期饭汤嘛是做讨海人早去船顶食的物件嘛，因为伫海上无方便煮物件嘛，这嘛是讨海人的一种食物。这是东港的饭汤的由来。好。所以恁桥本来是，你若咧食饭汤，伊迄个汤是随时拢有滚啊食烧，还是伊迄是冷？伊个时钟哦煮的，比如讲12点，咱桥班要休困，迄阿送到的差不多12点，准时甲迄上烧的饭汤放来迄个所在，互大家吃。啊，说为什么讲要食饭汤，毋是食糜？其吼安尼桥班吼咧光桥第一忝，啊天气足热，啊你有当时已经热到要死啊，你甲想看卖？安尼像讲啊，啉一点仔汤，会小可挤喙焦，吼，所以迄个啊，有迄个饭吼，袂使甲放做伙。你若等伤久，迄个饭会使咧烤去，变做糊去啦，烤去，会变做糜。烤去才会好吃啊！哈，袂使啊！你已经热到要死啊！你食迄糜，你裹黏。啊，你啉迄汤嘛是烧糊糊，咱嘛是搁卤啊，会当挤喙焦，还补充水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恁两要带去遐，哇，恁两去炖者去遐炖。是啊，你毋是叫冬天嘛？啊，你个性咱袂像咱热天呢。是啊，足咸的嘿啦，咸啊，咸的。主要是迄饭啊，爱互人食饱嘛，因为光桥做侪体力嘛，啊做菜嘛是爱做侪体力的嘛，这是主要的原因嘛。拄仔讲到一件代志，逐摆迎的时阵，每一个庙都会大请饼哦。是哩。像你拄仔讲的，有的人会准备一种足高级的食材啊，叫西施蛇。西施蛇是一种足高级的贝类。哦。我最近听过讲，有一间庙吼准备龙虾哦。哇！哦，倒一间。我嘛来拜者。我等下甲你讲。但是哦，东港饭汤袂当出现菜哦，出现菜伊会受气哦。是安那生气啊？因为讲我海产做做的时候，我加菜是愈甜伊敢加青菜珠啊尔。哦。这是海边仔的饭汤的特色。哦。啊，过来，
这是阮屏东市人嘛。屏东市有一个所在叫海丰庄，伊上元节的时阵，因拢会赢南顺丁。南顺丁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规庄第一个男丁，伊个去甲因的王爷庙报喜，报喜伊个是丁酉嘛。丁酉因咧元宵的时阵，因个会游景，个会挂这个丁。这个是可能细蛋的是丁酉，这个是后壁去开报的。哦，嘿，大家看海丰的饭汤，甲头前的有啥物无共款？这鸡肉啊，头前海产啊。鸡肉嘛，这是啥物？丸啊，这是啥？菜头。因的饭汤甲头前的饭汤意义较无共。是啥物？甲民俗的意义较有关系哦。大家叫看卖鸡啊。代表什么意思？因为头前的饭汤拢无用到鸡啊。好起鸡。鸡人，哎，就这。鸡是一个，还有一个男丁有啥物物件？小鸡鸡。男丁是啥物物件？还有迄丸嘛，小鸡鸡都有了。贵妇的就对啦。这三个物件一定伫海丰的饭汤会出现，就是香丁、圆丸甲好彩头。这个是海丰饭汤的足特别的所在啊！你讲了，我连讲食这碗饭汤的时候，我拢想到别项物件呢。你可能就想要生啊！你就鸡肉先莫食啦，嘿啦。饭汤这个物件其实就是足家常的物件嘛，像阮母啊嘛，足敖煮饭汤的，所以其实有啥物料，你就放啥物料，安尼煮就对啊。这是一个足方便的物件嘛，一口罩10几个人就会当食。以上这个是我的导览，多谢大家。哇！精彩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所以你感觉上介好食是倒一间？你有家己上介好食的店？主要有卖饭汤的所在，就是2个所在，一个是东港，一个是万丹。因为拄啊好个2种无共派的嘛。但是即马因为东港椰王即马总有名，其实饭汤比椰王佫较有名哦。足多人转去看椰王是要食饭汤的哦。所以我即马发现愈来愈多。东港人走去云林开饭汤店，佮走来台北开饭汤店，安尼。真的呢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歌手好朋友，叫做吴俊宏，就走去台南咧开东港的饭汤。哎呦，去台南人食点糜，结果伊开饭汤，伊去台南迄个一级战区哦。这是开战的意思。真正要一家好大，真好大。所以即马饭汤已经变成屏东最重要的这美食的文化。是，听人咧讲，我感觉饭汤敢若袂歹食哦。是啊，咱中昼就食饭汤就好啊。你就有满意吗？拢无伊啊，无沙白鱼。无沙白鱼。所以个加菜啦。好啦，我无先来听看嘛台南咸糜好啊。来哟。欢迎罗子啊！欢迎。这是咱的沙巴鱼的鱼骨，上无爱5、6点钟，控甲将伊的精华拢控出来。还有胶原蛋白。哎呀，端就是伊啦哈，上特别的叫做阮台南的乌暗料理。哎呦，互你伫台北有钱拢无得买就好食吼，台南袂歹啦吼。无饲的沙巴鱼肚，真互你酥酥香香个赤赤，一般3倍大蚵仔啦。这是 oyster 嘞，这生蚝诶，渔光岛生蚝等级吼。哇，大块，恁敢鱼肚啦。好啦，我无先来听看嘛台南咸糜好啊。来哟。欢迎罗子啊！欢迎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对台南安平渔光岛来的沙巴鱼主题馆，叫我罗子啊。今仔日要来甲咱大家介绍，就是咱的咸糜。来，看到这2张相片啦，各位，这边甲这边，你感觉有啥无共？敢是共款呢？
赶快都无共师傅啊！蚵仔甲无蚵仔安尼尔。哦，来查这咧哦。各位看到这张啊，这就是一般咱伫台北啦，伫所在拢会使食到肉糜。肉糜嘛哈，肉糜。所以呢，伊可能控甲绵哦。伊这内底呢，用大骨汤去控。伊内底可能会加一寡猪肉啦、肉骨啦，还是加一寡伊的腹内。哦，这是北部，咱莫讲伊。今仔日咱南部要吃饼，所以我食咱的主角咯，非常好食。这咱的主角内底是啥？哦，你有看到足澎湃的海料？哦，这唔啦安尼哦。我内底藏的是啥物？咱来看这张哦。哦，这张这大鼎。这是什么骨头呢？什么骨头？啊，你唔捌会？这是骨头。这是咱的沙巴鱼的鱼骨。啊，咱知影食鱼吼，上麻烦是啥物做者？生气啊！哦，咱的刺足者，一般咱可能拢甲单调。要毋过吼，咱伫台南，咱的沙巴鱼鱼骨咯，伊是咱的宝贝。哦，伊藏足侪营养伫内底。啊，有胶原蛋白。哎呀，端就是伊啦吼。啊，唔拿呢？伊即个鱼骨爱控，长时间去控出伊内底的精华。哦，爱控偌久？上无爱5、6点钟啦。控甲将伊的精华拢控出来。各位哦，好奇吧？为什么咱讲控鱼汤一定爱控沙巴鱼汤，唔是控五桂鱼，唔是控鲈鱼咧？哦，你有感觉好奇无？控沙巴鱼汤讲的就是，伊内底的精华无共。沙巴鱼本身伊就是鱼骨。钙质足丰富哦，伊内底呢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啊，佮伊一个特别的氨基酸，伊总共有17支的氨基酸哦。哦，伊内底有掺有一个特别的成分，叫做牛磺酸。牛磺酸是啥物？互你会水。袂老，啊个袂疲劳，迄个物件。猫仔食，恁兜猫仔食牛磺酸，食较好着。是啊，猫仔每一天拢爱食一汤匙的牛磺酸。对，因为伊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哦。吃到尾也变好啊。营养偌好，你咧叫人哈。惊讲到这牛磺酸，你着安尼吼，过来伊内底佫有一个特别的物件，叫做脯氨酸。脯氨酸是啥物？伊就是天然的味素哦。惊即个鱼骨来控吼，就互你有机会清水变鱼汤。哦，清水变鱼汤，这是足无简单的哦。所以呢，咱控鱼汤唔是凊彩控的，除了伊长时间去控互伊精华出来，过来就爱选到咱的鱼啊。因为沙巴鱼内底藏的秘密就是遮尔好，藏伫即碗内底啦，藏伫即碗有啥？啊，你莫看我一碗安尼看起来唔知什么物件吼。啊，我若咧食。透早的沙巴鱼糜，食咱的咸糜，唔是简单咸糜饭透汤安尼简单尔啦。哦，这内底有啥物呢？你有看到吼？无刺的沙巴鱼肚，真互你酥酥胖胖个赤赤。哦，迄皮夹起来哦，就胖诶，迄个鱼腹肚内底油吼，乌乌嫩嫩哦 ，Q， 真正有够赞。老师，你介绍袂出哪里卖药啊？你够厉害呢。过来，上特别的。啊，叫做阮台南的黑暗料理，叫啥？鱼肠啊！哎呦，规尾鱼啊哦，无一个所在浪费。为什么伫阮台南会使食鱼肠啊？同款的沙巴鱼送来台北，现台，也毋过你无可能食即个鱼肠啊。哦，因为沙巴鱼是一尾真特别的鱼啊，伊离水5分钟，缺氧就死亡啊。沙巴鱼呢，因为伊食草的，沙巴鱼食草的鱼啊，食素的鱼啊哦，所以即尾鱼啊，伊的肠仔内有一寡酵素，酵素一个去分解，咱的鱼啊、鱼肠啊，咱就无青啊，所以来到外围的鱼啊，咱无食即个鱼肠啊。啊，若伫台南的鱼啊，因为咱是半暝来掠鱼，所以即尾鱼啊，伊的鱼肠啊，保持伫个新鲜吼，上青上赞的。前一工咱就莫甲饲，叫做消毒。腹肚内底的物件，互伊消化完啊。到暗时的时阵，我要掠鱼，下晡时啊，我先来弄鱼啊，弄鱼啊，弄互伊着惊，啊着惊会安怎？
啊，串赛，唔拿串赛，爱串青赛啊！拄则我唔是有讲着吗？沙巴鱼是食藻类哦，食海草的，所以呢，沙巴鱼食入个物件摆出来青色的，所以条件串青赛，就是讲阮沙巴鱼啊。所以个鱼肠啊咧，清甲清清气气，伊是安全健康，咱会使食的。啊，讲到鱼肠啊，我相信大家拢一直想讲哦，如姐唔知有炸即款物件来哦吼，阮今仔有芳一个无共的。哦，你伫台北有钱拢无得买啊！对，啥货有啥物？这无共款，这叫做鱼羹。鱼羹来食个食块内底甲一粒鱼羹咯，啊！所以你即摆碗内底是几粒尾鱼啊？这我是龙珠哦，唔是龙珠，你龙珠诶，这互大家看者。对。海产打咧卖，你甲看，这有够是龙珠诶呢。来甲试看卖。来，这个鱼羹。伊甲乌鱼羹无共，伊食起来脆脆啊，毋是润润，甲龙珠嘛无共哦。羹是虾米部位？胃，就是鱼仔胃，鱼仔胃叫羹。伊叫羹，鸡羹。啊，鸡羹，足好食吼，台南袂歹啦吼。是毋是足赞？这个口感甲鸡羹毛成呢。小可有成，要毋过鸡羹佫较润，要毋过伊脆脆。伊有小可糊糊的感觉，你有感觉吗？脆脆个糊糊啊，小可软 Q 软 Q， 小可脆脆。啊，你讲一只鱼干啊？一尾鱼仔甲一粒胃。一粒胃呢？所以一尾鱼仔一粒胃，伊的鱼羹，这是每一个台鱼的师傅吼，伊无简单安尼扣。哦，你看你真爱一喙就一粒，一喙就一伙。唔那安尼，来，咱哪食哪甲看咱后一张吼。后一张。拄则吼，讲到咱台南，一工活力的来源吼，就是靠阮这个咸糜，靠阮的鱼糜。听讲吼，咱台南吼，迄碗鱼糜卖300块，互人小挣，用要车饼吼。来，咱来甲看伊汤头，用鱼骨大量6点钟、5、6点钟控甲迄个精华拢伫即个内底。啊，阮台南的咸糜吼，甲恁屏东饭透汤无共啦，毋是安尼尔。咱爱煮半糜。咱泉州式的这个半糜吼，伊毋是控甲像肉糜绵，伊也是有口感哦。啊，伊呢透咱的料哦，你甲看吼，这内底有迄一尾鱼啊，万几块的土特鱼，阮嘛甲开落哦。啊，阮上青的这个蚵仔啦、鱼肉、鱼皮啦，啊，搁咱鱼肚一块安尼，你看遮澎湃哦，一块遮澎湃的鱼肚，甲摆起来，满。这一工的活力来源，敢无值咧咱开300块？啊，是毋是真有价值？所以呢，伫台南人是幸福的，嘛欢迎所有的朋友做伙来享受这份咱沙巴鱼带予咱的幸福啊！以上就是我今仔日的导览，多谢大家。阮台南的啦，阮台南的，我头都听。你较公平的啦，我就公平啊，袂使拢讲我台南的啦。你较正经的啦。无讲你唔知，头拄啊，咱的迄个吼饭汤老师吼，点甲迄碟食了了。哦，你讲迄个鱼羹就对啦。系啊，就介意的，所以搞不好等的迄投票时阵，招票，台南甲气落。你是毋是刚刚讲两边拢足厉害？唔知要安怎敬着无？唔是啦，无食着嘛是歹讲啦。拄则干那迄汤尔，搁食迄个鱼羹。一个咧大汉来，我来讲，阮这两位老师吼，因搁有加分题，搁愈向的，搁互恁挑恁看。睇出来。所以来，咱即马要来去行看落，看恁准备啥物件，互伊。春季饭店。对，春季饭店，行。哎呦，春季饭店。期待，春季。哎呦，这是屏东的饭汤，袂歹呢。这鱼最好呢，好好吃呢。虾啊加落的时阵，迄汤味比较重起来。哎呦喂啊！招票，今日招票啊！真的比你面较大鱼肚啦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汤头那真好食啊！这沙巴鱼升天啦！哎呦，你这杯你们哪感觉你要招票的感觉？哦，安尼接来紧张的时间来哦，今仔日到底谁赢来？当然是饭汤，当然是咸糜。人杀开票。春季饭店，行。
哎呦，春鸡，期待，春鸡。哎，有吧，我的荷兰山去搞吧。哦，谢你。拄只和恁啉无着，安尼真歹势啊，拄只讲的讲就对啦。对。哦，控5点钟，控落5点钟。安尼无这汤先来试看，好不好？哦，谢谢。来打，先来试汤。控5点钟。对。那你在清哈？比较水嘿，对。滴精纯哦。滴精纯。哇，这个滴鸡精诶。啊，对。纯度有散吼，就厉害啦。过来。但是吼，伊足顺的，但是足清的呢。嘛袂臭呢。没有负担呢，没有负担呢。这样好搭哦，好搭，干杯，干拜一下。哎呦，你这杯你们哪感觉你要走票的感觉？我无想要浪费，我无想要浪费。你拄则啉嘞，虽然你屏东人，但是一直点头，好一直点头哦。啊，阮拢南部的。对。所以咱即马要先食啥个？哎，主持人，你决定啊。啊无先做好啊啦，好无？这个屏东的啦。先加汤。你甲阮加。加料，啊会当加虾饺安尼。哦，啊看你要爱啥物料就对啊，安尼甲用就对。哎呦喂，赞。啊汤爱甲砍过无？爱。哦，这气味足好呢。你看下杯汤，你看迄个 N。哎呦。哇，超子哥你不计成本呢？这个气味足鲜有无？咱去用请办到了，啊尾啊咱包落个熟个了，啊毋是菜尾迄个菜尾气味，内底啥物拢有，就是这个气味。你敢若有烧就加分啦。对，敢若看伊咧清咧哦，这票都倒。来，等者，爱加这虾饺。哦，这是恁的重点对吧？对，这爱加这。这伊透早伫咧咱的这个点样饭内底哦，但咧煸迄个虾饺，安尼煸甲规个拢味安尼，一定爱加一这了哩。爱加一。朋友你甲看卖爱干杯呢。哎呦，无少当主啦。袂歹呢。气味足好呢。哎呦，这粒是啥货？好好吃呢。这粒是啥货哈？这是葱啊。葱啊是啥？鲔鱼啊。哦，鲔鱼叫葱啊。安尼食迄鲔鱼就叫乌暗葱。哦，乌暗葱葱啊。爱看鲔鱼就叫葱啊。哦。啊，好运就葱啊。啊，内底佫有笋丝哦。大家啥物料拢又好食呢。哎呦，这是屏东的。这袂歹呢。这袂歹哦。饭汤。目前为止，这个有结婚。哇，我想要问老师。老师，你感觉安怎？阮屏东的饭汤安怎？袂歹啊。袂歹嘛，袂歹。等。老师讲袂歹，台南的。当天你讲看嘛？是袂歹啦，但我无惊恁啦。无惊就对啊。做人爱老实。我讲正经的，甲我较早食的饭汤无共。安怎讲？因为我较早食的，敢若真正无这调味。无这调味。伊这真正是伊的汤头哦，佮为伊的虾仔加落的时阵，迄香味直接冲起来。哎呦喂啊！这真正是我，这个走票啊！这真正我头一届食。罗姐也在紧张啊，罗姐。我跟你讲，免惊，来，甲看一下。哦，哇！你看着，这来比你面较大鱼肚啦。哎呦，迄有够恐怖的啦！我惊你食，你看，一盘3倍大鹅啊啦！这是 oyster 嘞，这是生蚝诶。对，生蚝等级哦，咱渔光岛生蚝等级吼。哇，大地恁敢鱼肚啦！来，哇，来，台南啦，罗记，敢袂超车，我惊。上青袂超车，袂超车吗？鱼啊会超车，就是因为无青嘛。耗子哥安娜，万一内底这料吼，足用心的呢。哎啊，你看伊涂伊是用蒸过呢，蒸过再个调料，你看蒸到这色，你看金色的，恰呢吼。哎呦，这土豆那真好食啊！你捌你？这土豆太好食嘞啦！哎呦呀！这两碗完全无共的口味，口感嘛无共。口感嘛，哦哇！哎呦，鹅啊是 Q 的，鱼啊是青的，哦，咱土豆鱼是芳的。土豆是贵的。啊，贵的。哇，这三把鱼升天啦！啊，成正吼。那有啥物无共？我甲你讲，三把鱼你会食到伊迄内底迄个酸度，
如食咧讲啥物氨基酸、啥物鸟蛙哥酸，你咧食像像淡薄仔酸度，敢若我都袂记得啥物酸啊，迄阵那你食水果内底嘛有一种酸度，啊一个芳气，敢若牛奶气这种。安尼，伊有法度讲这吼，真正哇有内行啦。加减啦。沙巴鱼呢？沙巴鱼新鲜的时阵呢，你会有一款气口无共，迄叫做酸气。哦，所以沙巴鱼食起来酸酸是天然的哦，伊唔是歹气哦。哎，对，哎，咱有研究哦，叫伊酸味的鱼，哎，这是正确的。酸味啊！啊，我想讲吼，我去台南遮济抓吼，我若捌听过啥物叫春秋饭店哈，春秋无师傅嘛，那叫春秋饭店。春鸡啦，春鸡啦，春鸡饭店是阮阿母爱饭店。哦，所以这是妈妈的口味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妈妈的料理。来，我的阿母叫做春鸡，所以我的妈母呢，传授的物件伊叫春鸡饭店的料理。伊是两位的迄个老粉啦，铁粉啦。伊奈无来，伊歹势啦，伊都非常哀的哀人啦。我甲 Q 一下，春鸡啊，我伫遮。我好煮啦，歹啦。你叫什么？春秋啊，春鸡子啊，春鸡子啊，是春鸡，唔是春秋。哎呦，哦，安尼接来紧张的时间来哦，爱投票哦，哎，手机啊拿出来，阮即摆这是科技的物件，哎，哦，真厉害。用手机啊投票，你即摆有手机啊，你甲拍开有2粒，有无？咱观众朋友，你手机啊，即摆嘛甲拍开。嘿，你看无这2粒，敢若阮有尔。音乐甲我斗咧，20秒大家投票，好无？嘿，我是要台南的，还是要屏东的？哎呦呀，哎呦，你莫共偷看你莫偷看，你徛好，你徛好，来。20秒尔。我绝对是投阮屏东的人，我若无投阮屏东啊，我唔是人啊。你就唔好同伊，嘿，你就投好未啊？台南投好哈，台南投好，袂歹。哦，时间到，丢票啊，要来开票哦！今仔日到底谁赢？来，当然是饭汤，当然到底饭汤啊，减袂来，是2、3开票。台南减袂，等下，观众朋友，等下。一个足神奇的代志，足奇怪的代志。哇！你看一个，有一个屏东人已经来到台南，欢迎！唔是啦，是先吼，咱今仔是来交一个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相信阮屏东的乡亲绝对会原谅我。你确定啊？你也确定咧？因为吼，我甲你讲，食起来吼，我感觉台南真正嘛袂歹食。尤其老师讲吼，迄鱼啊有什么牛磺酸，食了会水。哎呦，安尼可好啊！哎，我全球巨星呢，我靠这张面咧食饭的呢，对不对？胶原蛋白什么酸，你给它补起来啊！今仔日本来是白酒啦，啊是讲哦，就是恁饲鸟去搞布袋啦，有一个人啊！好食白水啦！我食拢是妈妈的爱心，妈妈因故乡的味，最重要的，最有人情味的。好啊，今日足欢喜的，足好食呢。对啦，多谢先生，多谢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来报名嗨，报名嗨的大咱先生啊，咱即马有官方来呢哦，紧就咱的来，去看咱的去啦哈，拜拜，下相会。春秋子啊，别地啊，继续我们支持啊，春秋子啊，春秋啦，春天的飞机啦，对啦，投票啦，哎，投票，投票啦，哎呦，再个朋友啦，谢谢。